大家好，我係楊宗瑜，又到我哋呢個數風水人物還看今集嘅節目啦。未訂閱嘅朋友咧，就希望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或者點讚啦，或者留言俾我啦。今集咧所講嘅風水人物係邊個咧？其實係講到我哋嘅戰國時期啊，一位皇帝啊，吓。咁喺我哋身後背景咧，其實係一個地方，喺四川裏邊嘅一個都江堰，一個水利工程。講到呢個水利工程咧，亦都有一個人物咧，我哋要講嘅就係李冰即係話我哋嘅風水人物咧，總共會有兩個介紹嘅喎。咁其實咧，我哋係風水咧，其實係取之自然，就用於自然咁我哋呢個最高技巧。喺呢個水利工程裏邊咧，亦都運用咗咧我哋嘅風水裏邊嘅一啲訣要當中咧有個水龍訣要嘅而家引申到後期咧，發展成咧一啲喺道路上邊用嘅一啲風水法則。究竟呢個詳細嘅法則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喺一陣嘅講解咧，就會為大家咧講嘅。呢個工程去到而家為止咧，都非常有名嘅納入咗咧世界嘅文化遺產。2000幾年嘅水利工程咧，到而家仲係運用緊嘅。咁所謂叫天府之角即係講緊四川嘅盆地啊。其實關於呢個都江堰呢個位置咧，其實喺四川省成都嘅西北邊而家我哋開大咗個地圖咧，一路睇呢個咧，其實就係四川省嘅範圍你見到咧就四川咧就所謂叫盆地咧，就係差唔多咧四面環山得一個咧就係叫長江三峽咧打開個缺口咧，就流翻落去中原嘅地方。好啦，圍住呢個邊咧，其實都係一啲山脈都江堰就喺成都市嘅大約西北邊咁上下呢個地方咧就係啱啱咧就係呢扎群山出嚟咧，就有條河叫岷江都江堰咧就喺岷江之上咧就築起一個水利工程。交代翻呢個都江堰嘅時代背景咧，當時咧就係中國嘅戰國時期當其時就唔係叫四川嗰陣時咧就係叫蜀嘅地方呢個蜀地嘅範圍，屬於秦國嘅範圍裏邊嘅秦國咧就為咗出眾嘅生產將呢個蜀地咧就建設成咧可靠嘅一個戰略基地包括埋咧修好嘅水利工程啦穩定咗咧啲糧草供應呢個時候咧就係秦國有一位君主就叫秦昭襄王。當然咧佢個名氣咧就一定唔夠佢個曾孫就秦始皇大。即係話秦昭襄王咧其實係秦始皇嘅曾祖父嚟。講到呢個秦昭襄王咧，其實係戰國時代咧就一位好有名嘅君主嚟嘅如果知道歷史嘅人咧就知道佢啲厲害啦秦昭王咧又叫秦昭襄王啦喺西元前嘅325年去到351年，在位咧就喺西元前嘅306年就開始咧就執政，係秦國在位時間最長嘅君主嚟嘅。統治時期咧就長達56年咁多嘅。在位期間咧就秦國嘅國力好大幅咁提升使到日後咧秦始皇統一咗六國咧，斷定咧堅實嘅基礎。喺政治同軍事上邊咧都建立咗好卓越嘅功勳。喺軍事上嘅成就咧，同呢個秦始皇咧一啲都唔遜色嘅講翻佢嘅出身咧喺公元前咧307年咧，當其時嘅秦國君主咧就係秦武王。秦武王咧就同人比賽咧就舉呢個文鼎不幸咧意外受傷就最後就死添。呢個秦武王咧就冇仔嘅。為咗呢個繼任呢個秦國君主咧，就秦國咧都發生咗好多爭執。最後咧封呢個當其時喺燕國做人質嘅一個公子職，即係其實而家嘅秦昭襄王啦，佢係呢個秦惠王嘅仔嚟嘅。秦昭襄王即位初期咧，佢嗰陣時就好細個啦佢個母后同埋一班嘅親信咧。就當其時咧就掌權，去到西元前嘅304年咧，就年滿22歲嘅秦昭襄王咧，
加冠典禮之後咧就親政啦，即係成年啦。之後咧就重用咗呢個謀士范顼，就推行咧就強幹弱枝嘅政策。皇親國戚包埋宣太后嘅一啲家族嘅勢力咧就驅逐咁佢自己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做翻皇帝，掌翻權。咁而家睇翻呢個地圖咧，就係戰國時期嘅一個地圖。秦國咧就喺西邊包括埋咧西南邊。所謂叫遠交近攻嘅話咧，就係話，譬如話包括呢啲遠嘅地方齊楚越呢啲咧因為唔係咁近呢個秦啊嘛，適當咧就緩一緩就未必去攻打佢哋住咁同佢哋建立咗關係先。咁呢一個咧就叫連橫嘅策略。反而一近嗰啲咧一個韓趙魏國呢啲咧合縱嘅一啲聯盟咧，如果唔聽話就打啦咁逐步咧就將佢個領土咧就擴大啊。咁嚟緊咧秦昭襄王咧都會吞併下附近嘅多一啲嘅土地自肥自己先然後再對付咧其他強大嘅國家。咁呢啲咁嘅做法咧美國咧似乎都做緊啦，係嘛？咁其實我哋喺2000幾年前咧關於啲咁嘅軍事策略咧咁已經運用緊啦。最終咧就實現咗咧秦國吞併天下實現統一嘅一個目標除咗遠交近攻嘅策略中橫去攻打呢個合縱之外咧，256年去到255年呢2年之間咧，就一舉咧就滅咗咧就周朝當其時就係東周啦咁最後期咧東周亦都分裂咗成兩個一個東周國，一個西周國咁結束咗咧就整個周朝879年嘅一個統治嘅時間。咁喺西北咧就有一個咧就叫義渠嘅一個國家，本身係外族。咁佢騎射同埋畜牧業咧就非常之發達。咁秦國得到呢啲地方之後咧，亦都咧驍勇善戰嘅軍隊收為己用啦。咁加埋咧好多嘅一啲牲畜都歸咗秦國啦。咁關於西南邊咧，其實就係四川盆地啦，所謂嗰陣時就係蜀嘅地方啦。其實咧土地就好肥沃嘅，當好大雨嗰陣時候咧，呢個盆地咧好易咧就變成一個澤國。咁喺水乾嗰陣時候咧，啲水咧就未必流入呢個盆地嘅。咁應運而生嘅咧就係要搞呢個都江堰工程啦，所以叫技術嘅移民啦。引入一班移民咧進入呢個蜀地。咁幫助咧去開墾呢啲土地同埋咧做生產。咁李冰咧就任命為呢個蜀郡嘅太守一方面咧就治理呢個地方啦，另外一方面咧就搞呢個水利啦同埋生產。咁一路去到秦昭襄王56年咧，就西元前嘅251年咧，就秦昭襄王咧就去世啦，就享年咧就75歲。咁以當其時嘅人嚟講咧，依個咧就算係高壽噶啦。咁佢個仔咧就孝文王就繼位。關於呢個李冰蜀地太守咧，而家講起嚟咧就係一個水利工程專家啦，負責整個地區嘅一個最高級嘅官員。李冰搞好咗呢個水利工程啦，造福咗成個四川之後咧，呢個李冰父子啦，差唔多咧喺當地咧就封咗神添。咁喺李冰本身咧就好詳細嘅資料就唔係咁多噶，咁只知道咧佢係喺公元前256年去到公元前251年，即係喺呢個都江堰時間咧就做呢個蜀郡嘅太守。咁李冰嘅父子咧喺建造呢個都江堰工程之前咧就考察，其實前人咧都做咗一啲嘢嘅。咁李冰父子考察咗前人啲工程之後咧，就自己提出一個解決嘅方案啦，就係通過呢個深淘灘低作堰嘅一個原則，去將一啲水道去引水啦、泄洪啦，同埋排沙一系列嘅技術咧，就做呢個都江堰。咁亦都運用到我哋風水上面所講嘅一啲水龍法則啦。
呢啲法則咧引申落嚟咧，就做咗一啲道路嘅風水法則，路有高低闊窄曲直之分，全部咧都運用咗喺呢個都江堰嘅工程上邊。李冰咧亦都積勞成疾啦，過身啦。佢個仔咧繼承佢個爸嘅位置啦，繼續做好呢個工程啦。李冰父子咧都俾當地嘅鄉親咧十分尊重喺後期咧仲起咗個二王廟大家喺地圖見到呢個二王廟咧就紀念佢呢個父子兩位嘅。好啦，我哋詳細睇一睇李冰父子所做嘅都江堰工程。咁首先咧，佢發現咧，呢個岷江咧出咗呢個大山流入呢個盆地之前咧，就向南所流嘅所謂叫金馬河呢啲就係佢個主流。四川盆地包括埋成都，都係喺佢東邊。咁嗰啲水咧就偏偏就冇流入去咁佢首先咧就喺呢個所謂叫寶瓶口呢個位置就鑿開一個山呢個鑿開一個山咧，本身咧呢個山係相連嘅。咁佢用咩工程咧咁當其時亦都冇爆破工程啦咁佢諗到個方法咧就係熱脹冷縮啦將佢個山某啲地方用啲火燒到好興，然後咧就灑水。咁經過熱脹冷縮之後咧，佢本身有石紋嘅地方咧就自然爆裂。咁加埋人工嘅開鑿咧，咁呢個所謂叫寶瓶口呢個缺口咧就用7年嘅時間咧就鑿通咗啦。咁疏導咗咧由岷江向東流嘅水就經過呢個寶瓶口咧就流入呢個四川盆地。淨係開咗呢個寶瓶口，開咗呢啲水之後咧都解決唔到問題，因為點解咧如果大水嗰陣時候咧，亦都會好多水會流入去嘅如果水少嗰陣時候咧佢亦都會跟一個主流咧就流翻入去金馬河咁所以咧就做唔到咧呢個大勢分水嘅作用。咁佢要做呢個作用咧，就喺前邊咧就積一個叫做金剛堤呢個金剛堤嘅做法咧，就用一啲藤籃裝咗好多石頭咁一路一路咧就聚，好似個島咁咁個最前端咧，我哋叫魚嘴嘅地方呢個魚嘴嘅地方咧就做一個分流首先咧，佢就將岷江嘅水咧就分成兩邊，外江咧就會闊好多嘅。咁闊之餘咧，亦都會淺啲。咁如果呢個內江咧，其實就相對係窄啲嘅亦都會深啲。水少嗰陣時候咧，就會傾向咧流入低嘅地方咁所以流入內江呢個地方。咁另外咧喺水多嗰陣時候咧，呢個反而外江咧就發揮作用，因為佢闊，咁但係會高啲嘅咁到高一個某一個位置之後咧，佢水多嘅話咧，亦都會流翻入外江嘅如果係水少嗰陣時候咧，大部分嘅水咧都會喺內江變成咧6成嘅水。一高位嘅話咧，係外江咧又佔咗多嘅比例啦。咁內江就變成4成嘅水啦咁呢個就係好著名嘅6/4分水嘅一個技巧。呢個飛沙堰同埋益洪道咧就排多餘嘅水因為呢兩個咧又會係高少少嘅位置當水少嗰陣時候咧就唔會流入嚟，當水多嗰陣時候咧就會流翻出嚟呢度。咁呢個就係分水啦。風水上面咧就頭先講過咧，就係高低所以低嘅地方咧就自然聚氣嘅，因為水咧就向低流，咁氣咧隨水而聚啊嘛。咁所以咧水多嗰陣時候咧亦都免得佢沖呢個內江咧，亦都喺外江排走。水少嗰陣時候咧，氣亦都會聚翻入去內江呢個就係高低關於闊窄嗰度咧，其實外江同內江咧就有分別為闊啲同窄啲嘅呢個體現咧，其實就喺個離堆嗰度啦呢個寶瓶口咧就相對窄相對窄嘅地方咧，佢前邊咧呢個所謂叫離堆嘅地方咧啲水就會唔過呢個窄嘅口，咁個氣咧亦都會聚喺度。所以聚氣咧包括埋咧
沙啊石啊都會聚喺度。咁尤其是咧啲水撞咗喺呢個啊寶瓶口呢個離堆呢個位置咧，佢呢啲水就會回旋翻轉頭，即係撞翻轉頭，造成一個漩渦。呢個漩渦咧就變成一個氣流咧，就將咧啲沙石咧，好似一個離心力咁樣啊，飛沙燕啊、益洪道啦，就會排翻出嚟。咁一少量嘅泥石咧，就會積翻喺呢度中間因為佢排唔到出去啊嘛，咁就聚咗氣喺呢度咧，只需要咧喺個縫隙窩將一啲積聚咗喺度嘅沙石鏟翻走，咁就使到呢個河道咧又通翻。如果係做咗呢個金剛堤之後咧，外江個弧度咧係比內江咧就更加多啲嘅，所以呢個彎度曲就會聚氣多啲嘅，水會流得慢啲嘅，咁所以咧就喺個外江嗰度咧，自自然然咧沙笛咧就會傾向咧就流咗嚟呢度會聚氣，因為佢流得慢，咁所以咧啲沙石咧就傾向咧就會流咗嚟呢度聚咗喺呢邊，咁咧就唔會塞到呢個內江。內江咧相對係直，路直咧就會沖個力一沖嘅話咧，啲沙石咧就唔會咁易聚喺度啦。咁一路沖到去呢個離堆然後回旋翻，經翻呢個飛沙燕飛翻出嚟，啲沙石又排翻出嚟。當其時嘅計算方法咧，有80%嘅沙咧都會排翻去外江嗰邊，只係咧有2成嘅沙先係聚咗喺內江。而家每年咧呢度清一清喺呢個縫溪窩清翻佢之後咧就非常之理想啦。咁所以呢度咧叫蒲陽河呢個蒲陽河咧一路咧就會流翻落去個四川盆地，呢個咧就係造福咗成個四川咧，就變成一個天府之角亦都喺下游咧提供一啲水道咧有運輸嘅作用好啦，關於呢個數風水人物，還看今集介紹秦昭襄王同埋李冰父子建造呢個都江堰工程，亦都介紹咗咧我哋一啲風水嘅心法。咁喺水龍裏邊咧，當然咧而家呢個高倉堰咧係人工做出嚟啦。其實佢做出嚟嘅作用最主要就係引水啦、泄洪啦、一啲排嗰啲沙石啦。喺風水嘅作用咧，當然都唔會話最主要啦。我見到咧呢度咧都有河流嘅彎曲闊窄深淺高低呢啲咧我順帶埋咧咁介紹埋我哋風水裏邊咧關於一啲水龍嘅法則，咁引申到後邊咧一啲路嘅法則，所謂路嘅有高低、闊窄、曲直同埋凹凸都有嘅。咁關於最後嗰個凹凸咧就遲啲咧有機會我哋再介紹俾大家聽。喜歡呢集嘅朋友咧，咁點讚啦亦都希望你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有咩問題嘅，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好多謝大家。